Hello，大家好。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嘅呢一單新聞啊，超級心寒嘅。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演唱會嘅激光係咪真係會燒傷人呢？咁高科技都計錯數？個答案係會㗎。高功率嘅激光熱力驚人㗎，正常咧係要精密計算嘅安全區，射中人呢就代表個程式、設備或者人為嘅出錯，係相當之嚴重嘅疏忽嚟㗎。喂，睇住啊！香港藝人北上揾人仔，係咪真係要揾命搏呢個問題？睇完今日單新聞，你可能有啲心寒嘅答案。好入正題，型男霆鋒喺重慶開唱，全場嗨爆，唱緊佢首經典潛龍勿用，彈住結佢速到盡嗰陣，突然一支舞台激光好似死神嘅手指咁，直插佢個頭。哇！你睇畫面，霆鋒成個嚇到即刻側頭耷低，個眉頭都皺埋，之後仲係咁望翻轉頭，好明顯係 check 緊發生咩事。唱完之後，佢仲用手摸一摸俾激光射到嘅位。現場有觀眾話嚇到個心都離一離，大嗌叫工作人員熄咗支激光，甚至有人話聞到燒焦味，話佢啲頭髮都窿埋。大佬啊，激光射頭可大可小，差啲就射中眼，盲咗點算？但係謝霆鋒點？佢忍住痛，頂住驚，繼續彈，繼續唱，完成咗成首歌嘅表演，Pro 到核爆。呢啲就係我哋識嘅香港藝人，敬業。但敬業嘅背後係咩？係主辦方嘅疏忽，定係更恐怖嘅嘢？你以為得一單錯，同一時間另一個香港型男林峰喺佛山開個唱，一樣出事。佢唱緊再一次嗰陣，件閃令令嘅戰衣，懷疑有針或者硬物，刮損佢隻手。佢喺台上掀開件衫檢查咗2次，仲作咗啲嘢出嚟，搖晒頭。但係一樣，繼續跳，繼續唱，全程冇影響表現。淨係不時望下自首個傷勢，網民即刻爆炸，話心痛之餘，仲鬧爆啲工作人員點做嘢噶。諗翻起林峰以前，又俾舞台玻璃結親手，又俾衫上面啲裝飾刮到流血，真係黑仔王定係有人玩嘢？好啦，兩單嘢擺埋一齊睇，你就知唔係咁簡單。謝霆鋒同林峰就好似兩隻報警鳥，用自己嘅血肉之軀敲響咗內地演唱會市場高速發展背後一個極之恐怖嘅安全警鐘。呢件事已經唔係單純講緊邊個工作人員唔小心，而係揭露緊一個行業歪風，為咗賺快錢，連最基本嘅人命安全都可以攞嚟教飛。謝霆鋒嘅激光爆頭已經唔係疏忽，係接近攞你命3000嘅豆腐渣工程。呢件事唔再係關於謝霆鋒或者林峰，而係關於所有北上揾食嘅香港藝人。佢哋係咪正將自己置於一個揾命搏嘅危險環境之中？謝霆鋒越係專業忍痛，林峰越係若無其事，就越顯得主辦方幾咁草菅人命。呢種強烈嘅反差，先係成件事最令人髮指嘅地方。所以翻到嚟，我開頭個問題：香港藝人北上揾食，係咪真係要揾命搏？呢個問題我冇標準答案，但係當專業要用硬食意外嚟證明，當掌聲嘅代價可能係毀容，甚至性命，呢盤生意仲值唔值得做？呢種用安全換取利潤嘅畸形市場，又係咪應該繼續存在？喺下面留言講下你點睇？